来看年底除了要选地方首长议员哦，阁有18岁公民权修宪的投票。今仔就有民间团体甲一寡参选人因做伙徛出来呼吁讲，大家拢应该爱出来徛投票，或这个公道案会当顺利来过关。如果他时常是和大家认知有冲突，如果他时常是被国民觉得说啊，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两件事情，它只是一个纸上的文字。那我想这样的宪法，它其实会失去它的神圣性。下党派的议员参选人坐斗阵，希望为年底18岁公民权的合决催票，因为若要通过这个修宪，需要965万票。希望各位长辈可以相信年轻人，台湾的年轻人是非常的有希望，非常的有能力，对于未来也非常的有想法，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，我相信对台湾的未来只会更好。挺18，投同意；挺18，投同意。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周玉斌表示，全台湾还阁有53%的民众唔知影年底有修宪公投，所以因当咧扣钱进行宣传计划。那我们这一次募资的金额会，总共有96.5万。我们整个社会也一起来透过这个募资计划，来越过965万的门槛。那我们募集到这样的经费，会用在我们的公车、计程车、捷运站以及户外的看板广告。新林协9月底嘛发起关康榜挺修宪的活动，有超过50个议员参选人甲6个县市长参选人参与，因会继续伫各地头清新宣传，嘛呼吁更较侪参选人做伙支持。记者林世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